今次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帶來重磅特展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館珍藏，展覽設喺展廳9，展期由2025年11月20日去到2026年8月31日，由香港故宮同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聯合主辦。是次展覽一共展出250件珍貴文物，來自埃及7間重點博物館同薩卡拉考古遺址，亦收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館藏。好多珍貴文物係首度來港展出。入到展廳可以見到雕像、石碑、華麗金器、木乃伊、關帶，仲有少見嘅動物木乃伊。整個展覽分為4大單元：法老的國度、圖坦卡門的世界、薩卡拉的秘密同古埃及與世界。透過展品帶大家穿越近5000年時光，認識古埃及鼎盛時期嘅政治格局、藝術文化、平民日常生活同埋獨特嘅宗教信仰。展覽仲展示薩卡拉考古遺址最新出土成果，講述古埃及同地中海各地文明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大家可以撳下呢個視頻嘅下邊嘅文字連結，就會帶大家去一個詳細嘅視頻。多謝大家。